點樣處理小朋友對性嘅疑問呢？我個囡囡成日用手摸同摩擦小便嗰度，有時甚至喺公共場所都咁做，真係醜怪。小朋友可能會因為痕而用手摸身體，家長要幫佢檢查下下體，睇下有冇發炎嘅現象，例如紅腫、不尋常嘅分泌或者紅疹等。如果有，就要帶佢去睇醫生。小朋友認識呢個世界係由探索自己嘅身體開始。由於性器官較為敏感，喺刺激之下產生興奮係正常嘅身體反應。當小朋友發現原來摸下性器官就有快感，可能會摸得更加頻密。如果佢嘅行為純粹係出於感官上嘅滿足，你可以輕輕咁將佢隻手移開，再分散佢嘅注意。譬如叫佢幫手拎住個袋，仲要讚佢幫你手攞嘢。有時小朋友喺緊張、不安或者好悶嘅時候，都會不自覺咁摸自己嘅身體，等自己覺得舒服啲。呢啲並唔係代表小朋友有性需要，但係家長要諗下佢係咪情緒不安，要去安慰佢。譬如攬住佢啦，問下佢係咪因為有啲乜嘢唔安樂啊？同埋嘗試幫佢解決佢嘅憂慮，等佢心情放鬆啲。千祈唔好用打同鬧去阻嚇佢噃。平日多啲同小朋友溝通，等佢覺得有你錫佢呢，就夠晒滿足啦，而唔需要依賴刺激自己嚟得到滿足。阿仔成日都中意摸我個胸，我換衫嗰時，佢又望到我實。佢都試過揭起女仔條裙嚟睇噶，佢會唔會變咗色情狂噶？好似頭先咁講，2歲或者之前嘅小朋友都中意尋求強烈嘅身體上嘅滿足感。媽媽嘅胸口又暖又軟熟，小朋友會不其然咁去摸下嚟尋求觸覺上嘅滿足。2歲之後，佢開始對人哋嘅身體好奇，注意到男女嘅分別，亦都中意去觀察，同埋用行動去研究，所以會對其他人嘅身體感到興趣。呢啲都係小朋友求知嘅表現，並唔係大人所講嘅色情。家長應該好好咁把握性教育嘅機會，教佢男同女、小朋友同成年人嘅身體構造有乜嘢分別。換衫或者同小朋友一齊沖涼嘅時候，係一個好好嘅性教育嘅機會，用適當嘅途徑滿足佢對人哋身體嘅好奇心，咁問題就可以好容易解決㗎喇。但係如果你覺得難為情，就唔好勉強啦，因為你尷尬嘅神態反而會留俾小朋友一個奇怪嘅印象。你可以用公仔或者有人體圖畫嘅書嚟到輔助你去講解。你亦都要教佢要尊重人哋，唔可以隨便睇或者摸人哋嘅身體，除非得到人哋同意啦。除咗尊重人哋之外，亦都要尊重同埋保護自己。你可以趁機會教佢，泳衣遮住嘅身體部位係屬於私人部位，唔可以隨便俾人睇㗎。